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，第一首《一颗谦卑的心》。弟兄姐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等一下私情的人员。第二首圣诗第541首，把爱传出去。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是待降节的第3主日，所以我们要以快乐的心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。
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起立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天上地下，何以敬拜？
听听神在天津高唱，这神声有点多样，奇妙奇伟欢乐响亮，金歌高唱和金响。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得着平安喜乐，感谢主你的同在，也感谢主你保守带领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面，你指示我们，在你的右手，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我们将荣耀、感谢、尊荣都来归给我们天父上帝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门。
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；万民啊，你们都当称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欢迎大家一起来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宝贵耶稣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甘甜！我们在主里面感谢你，感谢你为着疼爱世人，道成肉身，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，成就你的大救赎。我们感谢你，敬拜赞美你。感谢主，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正常生活在一般的生活，能够来到你的圣殿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，实在是大大的福气。主啊，全球正因为新冠肺炎还有变种的病毒大流行，环境一直变化，灾害不断产生，我们的生活大大的受到影响，我们的身心灵需要主你的保守和看顾、帮助和医治。因为我们相信，世界是由主掌权，主你是全能的神，我们的生命是软弱的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，常常祈祷，常常依靠你。我们大家要团结和谐，彼此相亲相爱。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满足他们的欠缺，在基督里面没有惊慌，随时都能够得到你帮助，充满信心、喜乐和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圣诞节前的待降节各样的准备，欢欢喜喜的等待你的降临，为了要传扬你的福音。在这同时，我们也将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背后里面，无论是家庭、工作、学业、生意，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求你施恩赐福，让他们得到满满的平安福气，让他们越服侍越甘甜。主啊，我们的礼拜将要开始，求你的圣灵降临，求你开我们的心门，借着陈牧师的讲道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更多的造就，能够复兴你的教会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诚心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来攻读圣经。今天的圣经经节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。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。第46节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臂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”以上。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陈牧师证道，他的题目是“尊主做大，尊主做大”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今天的敬拜是非常的用心让我们开始迎接圣诞节。下一个主日就是我们的圣诞主日。那今天我们点燃第3根的蜡烛，象征的宣告喜乐，宣告喜乐。前2根蜡烛第一根我们点燃，象征着盼望；第2根信心，期待信心。这个第3根的蜡烛，我们象征着宣告喜乐，也就是说，耶稣的降生是带来喜乐，带来欢乐。那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点燃第4根的蜡烛，代表着基督的仁爱，以及主耶稣基督的真光。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也就是玛利亚尊主颂。玛利亚尊主颂，玛利亚尊敬主为大，尊敬主为大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是怀耶稣，神借着他的身体怀着耶稣来降生，我们叫做圣灵感孕。圣灵感孕，因为玛利亚她还没有过门来到约瑟的家，在他们只是订婚的当下，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，说你将要怀孕，将要为人民生下一个婴孩，他的名字要叫耶稣。那这个在旧约已经跟我们预言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今天的经文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尊主做大。那华语我们常讲说尊主为大，那台语是叫做尊主最大。当然意思是一样的。圣诞节的脚步近了，我们看到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在哪里？真正的圣诞节，我们看到这些欢乐、礼物，或许在外面有很多的 party。当然，这就是我们在过圣诞节的一个方式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知道、了解圣诞节它真正的意义，就是一个神道成肉身，一个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。我们人可以尊一个人，把他奉为圣人，或是把他当成神明，那都是有人去造。当基督教或者是说圣经所讲的这位神，是从天来到地上，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来到世上，所以道成肉身其实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价值，就是耶稣成为一个人，神成为一个人来到世上。这个病毒让我们很惊恐，叫做 Omicron。那如果你听 CNN 或者是你转电视台转到这个外语的新闻这 Omicron， 听起来好像 Omicron， 就有人就说这个英文的这个病毒的英文好像Omicron我们会很怕它，但希望这个是最后一支变种病毒。有人说已经看到最后的尽头。因为这支病毒好像带有流感的这个片段的那个在里面我们都有打1针或者是2针的疫苗，或者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还没有打疫苗，但是这个覆盖率我们渐渐已经要达到80%，第2剂希望也能够再提高。那如果第2剂有到80%，我们的国门、我们的边境就有可能会更开放，意味着你以后就可以自由的出入国门。当然，希望明年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最后我们跟这个战役跟这个抗疫，最后希望能够最后看到能够终结的曙光。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经文，
道成肉身，耶稣道成肉身，借着玛利亚的这一段经文是玛利亚尊主做为大，尊主为大，他的灵以神的拯救为喜乐。其实这个在这个当下，玛利亚她要承受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侮辱跟羞辱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，约瑟跟玛利亚还没有正式结婚。在当时候的社会背景来看，约瑟是可以把这个婚姻给退掉，可是约瑟也必须要承担，因为他是怀着耶稣，从圣灵的感孕，天使加百列已经来提醒、来预告玛利亚，你的肚子里面所怀的是耶稣，是旧约的先知所预言，有预表一个婴孩即将降生，而且他是要成为一个谋士，他要成为一个永在的天父，他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君王，他要成为一个世上的一个拯救。所以当上帝要拯救人类的工作，玛利亚已经参与了这个行列，而这个行列是神要用他的肚子，用他的身体，让耶稣在里面怀胎10个月。所以耶稣他不是莫名其妙蹦出来，而是他也跟人一样怀胎10个月来到世上，而且耶稣一出生一定会哭，耶稣在成长的过程，他跌倒一定会痛，他跟每一个人是一样，是一个神跟一个人一样来到世上。所以圣经有提到说，耶稣哭了，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，他是哭了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他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到全身流汗，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所要承受的是一条苦路，要被逮捕，然后被审问，甚至要被钉十字架。所以耶稣他有神性，他知道他要走这样的路，所以他就神父如果可以将这个苦杯拿掉吗？但是这个苦杯拿不掉，耶稣就必须要接受十字架的刑罚。但是耶稣没有罪，却承担我们的罪，所以耶稣所流的血成为宝血，洁净我们生命罪恶的血。所以只要我们相信，心里相信耶稣，口里承认耶稣，那我们就能够到天国去。这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生命就不用到地狱里面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，耶稣已经用他的生命替我们偿还了我们人所有的罪。所以耶稣的降生，从2000多年来，他已经成为一个普天同庆，已经成为一个普世欢腾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在庆祝圣诞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在庆祝一个平安的降临，就是平安夜。牧师曾经分享过，我到缅甸缅甸是一个回教国家，可是，在饭店里面，他们的柜台一样放着一个圣诞树。你问柜台，你知道12月是什么节吗？你为什么要放一个圣诞树？他说是耶稣降生。这是从一个佛教国家一个佛教徒所说的，他的口里所说出来，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在12月24号那个晚上，天使报平安，所以那个夜晚叫平安夜。12月25，耶稣来到世上，我们庆祝耶稣降生。但是你知道，耶稣降生虽然在12月25号那一天，可是在前一个月，我们也在预备、在期待、在等待耶稣的降临。这个4个礼拜，我们叫做待降节。待降节期有4个礼拜。所以我们基督教圣诞节在迎接耶稣来，我们是要用1个月来迎接。所以我们用教会的年历是用耶稣的一生来算，所以待降节其实是教会的生日，教会在过这个新年，教会在庆祝这个新年，因为教会的年历是从待降节开始算起，从待降节开始算起。虽然我们1年是从元旦开始算起，但是教会的这个周期是从
待降节开始来算起。愿神与大家同在，愿主与大家同在。所以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，耶稣来到了世上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，2000多年前那一个待降节，上帝神已经拣选了玛利亚来参与拯救的工作，因为有一个婴孩要从她而出。这原本是一个未婚生子的痛苦，是受人质疑的，但是玛利亚承受，因为她的灵欢喜，因为神使用了她，她愿意谦卑，也愿意顺服，这是她蒙恩蒙福的一个条件。所以玛利亚向天使加百列表示说：“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”所以她说了：“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因为神的拯救，因为救主来喜乐。”所以她愿意接受这样子来怀耶稣。所以她大声当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，他就称赞玛利亚，因为你的心的欢喜是回了上帝的恩典。玛利亚也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从46到55节，这段经文也被称为玛利亚尊主颂，玛利亚尊敬主为大。所以圣灵的感孕，他愿意尊主为大，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尊主为大的人是有福气的。这个道成肉身是人神来到世上，上帝借着玛利亚的身体，怀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。所以这个3个博士，他们在远远的东方就看到那个星，神启示他们就来朝见耶稣，来朝拜耶稣。第一个，我们所要学习是，我们尊主为大的人是有福气的。所以玛利亚说，在1章48节里面，他就说，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为有福。天主教，我们知道天主教为什么把玛利亚的地位看得那么重要？天主教封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。在天主教的团体里面，他们也有修女这样的一个制度，那就是要学习玛利亚愿意献身。修女好像如果终身的修女是没有结婚的。那玛利亚她就怀了耶稣，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在生下耶稣之后，他们去献祭，他们到了圣殿要献祭的时候，圣经跟我们讲他献了什么？他献了鸽子，献给到圣殿献鸽子。但是呢，真正有能力的人在圣殿里面，他们要献羊，但是他们只能够献鸽子。在利未记12章8节说，献鸽子的人是比较贫穷的人，是跟大家都一样，就是很基本这样子很一般的人。可是神却使用了玛利亚这样子一般的人，让他怀了耶稣。所以天主教为了要纪念玛利亚，她的伟大，她承受这样的任务，也要纪念她所受的苦，纪念她的委屈，纪念她的伟大，所以尊敬玛利亚是圣。当然基督教我们都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来祝福，但是我们没有奉圣母的名。所以圣母玛利亚她在教会里面，特别是在天主教会里面，她有一个地位，就是因为神使用她来怀耶稣。所以尊主为大人是有福气的。你跟旁边的人说，你是有福气的，你是有福气的就像玛利亚一样，一个平凡的村姑，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少女就嫁给了约瑟，神使用了她怀耶稣。第二个尊主为大的人是主重用，或许那个人是你所以那个玛利亚说，那个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。所以玛利亚尊主为大，他也尊主的名为圣。他尊上帝是有权能，敬畏上帝的权能。美国历史上第一个
亿万富翁，美国出很多它的历史上出很多的这个富有的人。当然，在资本社会之后，很多地方也都出很多富有的人，包括印度、俄罗斯、台湾也有，韩国、日本等等。在上个世纪，有一个人叫做洛克菲勒，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他的母亲是浸信会很虔诚的基督教徒。那洛克菲勒从小就跟妈妈到教会，他的妈妈教导他，我们来到教会必须要提早半个小时，他们提早40分钟就来到教会，预备做礼拜。坐在哪里？坐在第一排位置。第一排位置没人坐第二排也没人坐，第三，中间是空的，所以以后的人你们要坐到前面来他坐到第一排的位置。洛克菲勒，他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到教会，他妈妈这样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教导他，要勤快、节俭、朴实，都奉圣经里面的教导。洛克菲勒他是石油大王，他一生累积很多的丰富的财产，那到现在他们家族的人，他所累积的财富留给他的后代。人说富不过3代，他们是富到第7代。我们说富不过3代咱台湾人讲好业袂过3代，重视，但是呢，他们富到第7代。所以这个孩子洛克菲勒，他从小到教会，他妈妈就教导他，你要11的奉献，必须要遵守。所以洛克菲勒他一生从小他就遵行11奉献，他妈妈都给他20分的美元当他的零用钱，他就把20分再把它拿1/10，其实是很微小的钱，他就从很微小的钱做起1/10的奉献。到他长大，他第一份工作之后，他都是这样子。到他累积很多的财富，他依然是这样子。所以他赚了很多钱，他并不是留在他自己的口袋，一样把1/10捐给有需要来做慈善的工作。他说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：我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来自于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留给我3个信仰的遗产。第一，要过11奉献的生活。这个11的奉献的生活，是我有10块钱，我就把1块奉献出来。我们之前教会都有颁奖学金那你就把1/10，你就教导你的孩子，奖学金你拿到了，你就把1/10奉献给教会，过1/10的生活。我们都知道圣经有一个故事，在新约福音书里面，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5饼2鱼的故事。一个小孩子在旷野，耶稣说耶稣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：“要吃饭了，但是呢，怎么办？已经12点快到了，大家都没有食物吃，怎么办？”耶稣赶快叫这些人去看要去 7 还是要去哪里？看要去全家还是要去哪里？自己去找吃的，还是要去麦当劳、去肯德基？但是那个时候是旷野，没有得吃怎么办？那耶稣就说：“你给他们吃怎么办？”那耶稣的学生就说：“谁有东西吃？谁有东西吃？你们一看谁有东西吃，捐出来吧。”就有一个孩子，约翰福音说是安德烈找到了一个孩子，把他那一天的出门，他妈妈交代给他5个饼2个鱼，而且还是大麦饼。大麦是穷人的食物，小麦比较精致，是比较贵，那大麦就是比较粗糙的饼。5个大麦饼跟2条烤过的鱼，就拿给安德烈，安德烈拿给耶稣说：“我们只有5个饼2个鱼，怎么给这么多人吃到饱？”耶稣说：“够了，5个饼2个鱼够了。”就拿着这5个饼2个鱼，然后向上天祝谢，说：“神你就喂养这些人。”然后拨开分享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这些人。吃饱的人有多少？圣经说有多少
几千？5000个人，5000个是像我这样子的哦。哦，米勒可能还不太算哦，米勒国中可能还算小朋友哦，还没有18岁哦。哦，像国柱兄我这样子哦，男人5000个，那妇女都还没算在里面，那再加起来哦，可能超过1万。5个饼2个鱼，竟然让超过1万个人吃到饱。圣经说5000，哦，像我要吃一个便当，那耶稣怎么把5个饼2条鱼变出5000个便当，还是变出1万个便当让大家吃到饱？而且不仅吃饱，还有多少？剩下多少？那些碎碎肉都捡起来，还装满12个篮子，12筐啊，哦，12篮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只要献个5饼2鱼，神还给你，不仅你吃到饱，还剩下12篮。这个就是洛克菲勒在他从小里面，妈妈教导他信心，教他信仰的功课。而且他第2个是说，你做礼拜一定要坐在第1排的位置里面，因为是要渴慕神的话语，渴慕这个道理。然后第3个说，你要顺服教会跟牧师，那跟现在的教会是差很大。上个世纪里面，他们这么虔诚，这么顺服。他母亲教导他，你要遵守11奉献，你要过11奉献的生活。他妈妈也没料想说，这个孩子以后变成亿万富翁。而且他妈妈是活着看到他的儿子哇变得那么多那么有钱，变得那么有钱，就交代10个哦，他妈妈要死之前哦，给他其实是10个很重要的话。除了这3个，还有其他7个。他说你要把神当作第一很重要的位置，你要尊重牧者，哦，你要尊重牧师。你口袋里也常常要放着预备11奉献，你不要跟任何人不要跟任何人处得不好，哦，做礼拜坐在第1个位置。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就要亲近神，读神的话语。第1件事情就是读圣经，无像咱即摆天光起来爱摕手机啊，哦，如果你是把手机翻开点进去圣经哦，那也是一件好事。那睡觉前也要反省。早上醒来第1件事情就是读神的话语，这是很重要的教导。好像我妈妈也是教导我，小时候早上起来教导第1件事情是什么？祷告。睡觉之前做什么？祷告。睡觉之前是反省我们今天有没有做什么错，哦，反省检讨。早上第1件事情起来是把你今天你的工作、你的学习、课业就先交托给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帝让勤俭的人变为富有，就只有这么简单吗？你就勤俭勤奋就好了吗？不是，只有尊主为大的人，他连奉献都不敢违背。所以洛克菲勒的妈妈不是个简单的人，他教导这样，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是已经超过第7代，现在第7代都还享用洛克菲勒所遗留下来的他们的财产有多少？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非常多。但是他们旗下拥有的房地产他们一辈子是享用不尽。但我们不要羡慕人家洛克菲勒他一开始也只是一个会计而已，就记账而已。他一开始也是当个记账员，他第1份工作就是当个会计记账。他后来留给后代一个记账的秘诀，他们的后辈就拿着这个记账的秘诀成为他们一生所要守的。当然最重要就是守洛克菲勒的妈妈所交代下来的10项很重要信仰的功课。所以这个家族基金会做慈善的工作，甚至帮助神学院奉献给教会，然后帮助一些医疗医院机构，是很多的单位都接受到他们的帮助，甚至是他们有跨国际的帮助。所以洛克菲勒告诫他们的后代，赚钱的目的不是要来享受，而是要来投资你自己，投资你的生命，让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。他说，当人拥有财富时，更重要的是要回馈
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感谢，因为这是神所恩赐的。所以让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是奉神的名得着这个丰盛。所以信上帝的人，如果没有尊主为大，就像今天的病毒一样，如果你只是想说哦，我没空，只要你服侍的时候啊，我没空，这个病毒不是在提醒我们吗？要尊主为大，将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想法，很重要的时候是要将它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，就是尊主为大，把教会的服侍尊主为大。这个病毒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呢？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神的恩待，就像这个洛克菲勒，就像玛利亚一样。玛利亚一生就是很平凡，但是神使用她，她尊主为大。洛克菲勒一个小小的孩子，从小就到教会来，提前半个小时坐在第一个位置，守11的奉献，神使用他。愿神赐福，让我们成为神所命定、神所恩待的儿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你，让我们尊你为大，尊神为重要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教导是何等的广，何等的大，让我们遵守11的奉献，尊主你为重要，看你的教导为宝贵。愿神你赐福给尊你为大的人，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重要的时刻跟你连结，而不是只是平常。让我们透过玛利亚尊主颂来看到神你恩待这些以你为重的人。愿神你赐福，献上感恩，献上我们祷告跟恳求，也让我们从这个教导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时时刻刻以你为重要，时时刻刻知道我们应该要尊你为首要，在我们的心中是重要的位置。用11奉献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不保留你所给我们的，让我们知道那个孩子5饼2鱼的孩子是没有保留，愿意献上的时候，神你所回馈的，竟然是大家都吃到饱，还有剩下12篮。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赐福，我们愿意领受吗？愿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反省，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很重要的学习，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大。献上感恩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感谢圣灵主，感谢牧师这么美好的信息，我们大家都要尊主为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来唱我们的回应诗《一颗谦卑的心》。大家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。一
们一同来准备心来奉献，秉直献的同工来帮助实现。12月19日的中午12点，我们圣诞节的爱宴席设
报佳音哈，我们在12月23日礼拜四晚上7点哈，我们有报佳音的小礼物包装，好，请大家来帮忙。那第2点，12月25日礼拜六晚上在7点哈，有圣诞报佳音的活动，然后主题是圣诞总动员福音在转角哈，在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张营大楼的门口那边哈，在转角那边，然后欢迎兄姐踊跃参加了哈，那也邀朋友来。那当天晚上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，教会有备有晚餐哈，然后6点好，我们就要出发到我们的泸州夜市哈，去分发福音单张。那7点的时候，我们的音乐节目哈就要开始，那邀请大家一起用诗歌、舞蹈。好，将耶稣圣诞的好消息哈，这种喜悦分享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。然后第6点，我们合唱联习会，在2022年的2月19日下午有2点到4点半哈，在士林教会，好，邀请圣歌队还有喜爱圣乐的兄姐哈，在踊跃报名，它是免费参加哈。然后1楼有公布栏，上面有那个报名表，请那边去填写报名。然后1月23报名截止。再来第7点，教会要招募音控的同工，恳请各位兄姐向干事来报名哈。那日后我们会择日举行音控的训练。第8点，准备资料哈，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哈。那规划明年度的2022年的事工计划预算，那要准备2021年事工报告，那进行资料的收集，还有12月26日前哈要交件，然后要鼓励我们的小会来审查2022年的事工预算，还有会员手册的编制作业的进行。再来第9点。12月份的主日礼拜哈，12月5日已经过了，12月22日今日哈是2堂礼拜，下礼拜12月19日我们是圣诞赞美礼拜跟庆祝会合堂，好，所以是9点开始哈。再来是第4是12月26日是2堂礼拜，那我们的合堂是联合礼拜是9点开始哦，哈9点，所以华语堂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特别的注意哈。然后再来第10点，每礼拜3的晚上8点查经祈祷会哈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来查考圣经，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，得力蒙福。那11每周四上午10点松年团契的乐龄读经班哈，欢迎松年团契跟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。第12会计报告，11月份收入571812元。支出483812元，结余88040元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有来的蔡心怡姐妹有再来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再来是团契消息。中年团契在今天才礼拜结束后，是1楼有举行12月份例会哈。那会后是在太云密泰式料理举行年终感恩餐会，好，待会礼拜结束，你们可以赶快去参加。然后接下来肢体相通，请大家关心哈，然后在自己灵修的时候，请您为这些事情还有弟兄姐妹请您代祷，就不再多述了哈。以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唱祝福的诗，圣诗541首，把爱传出去，请大家起立来。
请牧师祝祷。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神的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